选调，球就互恁，车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因为囡仔球会得着，找要拄着，拍门的就甲伊开。我要对上帝出声叫伊，我对上帝出声，伊要压耳孔来听我。还是请咱陪伴好咱的心，咱要做一三甲来祈祷。做两个阿爸上帝，满满心的感谢阿罗你，你的世事若是无助你的看守甲照顾，阮就无办法来生存了。奉着主你的圣神来引带着阮，透过主你的路步，为咱虔诚来带领着你的正百姓因，无论是伫美国。还是伫台湾，还是伫全世界任何的所在，我要做伙透过网络来做礼拜。胡萝卜今仔日来宣扬你的福音，胡萝卜会通向着遐个犹豫信无义的人，才会乡亲以及仰望天父上帝的人，来传达主你的真理甲你的恩典。那现在，全世界各所在，除了这个肺炎病毒一直在变种，也未平线以外，搁再加上这个天灾人祸的发生，有全世界各所在的经济萧条，各行各业拢是叫苦连天，恳求上帝的施乐怜悯，和正百姓拢有悔改的心。大地也要得到医治，愿仰望着你的恩典。但最近阮所徛起的这个肯塔基的东部，因为落着大雨，溪水就漫出来，地势个发生大水灾。
那目前所知影的有25人失去这个性命，还有真侪无数的这个家园浸泡伫这个大水的中间。那目前美国已经动用了这个国民兵的这个协助，恳求上帝怜悯，和灾区的家园的重建会当顺利来完成，也安尼着丧失亲人的这个悲哀。但今日阮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来敬拜俄罗斯，恳求主你的怜悯，和今仔日所有参与这个网络礼拜的乡亲兄弟姊妹，做用着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来服侍你，和主的名通得到荣耀，和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接做上帝要赐福的管道。但现在恳求主你，先来清起罗卜的嘴，和讲的甲听的平民拢得到受造就。圣神也来监察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互阮有这个蒙恩的一个日子。阮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诗篇第8篇第2节到第4节。第2节，你因为你的对色的缘故，对婴仔甲食奶的喙建立能力，要互对色甲抱怨的点点。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甲你所排列的花甲星。世间人是甚物，你笑念伊；人的囝是甚物，你眷顾伊。第一位圣经在记载伫历代志下卷20章21到22节。21节，伊已经甲百姓议论，就设立唱歌俄罗耶和华的，互因穿圣佮水的衫，行去军队的头前。俄罗耶和华讲：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咧。因拄啊唱歌俄罗的时，耶和华就派埋伏的兵攻击遐来攻击犹太的阿门、摩押甲西尼山的人，因就受拍。这是上帝的话，囡仔读甲听遐有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拢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啦。阿明。俄罗，阮伫遮伫俄罗，阮伫遐伫俄罗，阮伫四国拢要俄罗主。阿免。这地俄罗，阮伫遐地俄罗，阮伫四国拢要俄罗主。阮伫这地俄罗，阮伫遐地俄罗，阮伫四国拢要俄罗主。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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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伫这地俄罗，阮伫遐地俄罗，阮伫四国拢要俄罗主。阮
阮伫这地学路，阮伫遐地学路，阮伫四界拢要学路学路住。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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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伫这地学路，阮伫遐地学路，阮伫四界拢要学路学路住。阮伫这地学路，阮伫遐地学路，阮伫四界拢要学路学路住。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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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伫这地学路，阮伫遐地学路，阮伫四界拢要学路学路住。阮伫这地学路，阮伫遐地学路，阮伫四界拢要学路学路住。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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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这地学路，阮伫遐地学路，阮伫四界拢要学路学路住。阮伫这地学路，阮伫遐地学路，阮伫四界拢要学路学路住。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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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阮伫这地学路，阮伫遐地学路，阮伫四界拢要学路学路住。阮伫这地学路，阮伫遐地学路，阮伫四界拢要学路学路住。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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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学路，阮伫遐地学路，阮伫四界拢要学路学路住。阮伫这地学路，阮伫遐地学路，阮伫四界拢要学路学路住。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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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四界拢要学路学路住。阮伫这地学路，阮伫遐地学路，阮伫四界拢要学路学路住。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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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学路，阮伫遐地学路，阮伫四界拢要学路学路住。阮伫这地学路，阮伫遐地学路，阮伫四界拢要学路学路住。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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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地乌鲁，阮伫遐地乌鲁，阮伫四界人要乌鲁乌鲁住。阮伫这地乌鲁，阮伫遐地乌鲁，阮伫四界人要乌鲁乌鲁住。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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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地乌鲁，阮伫遐地乌鲁，阮伫四界人要乌鲁乌鲁住。阮伫这地乌鲁，阮伫遐地乌鲁，阮伫四界人要乌鲁乌鲁住。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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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各位乡亲时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伫去年2021年6月7号，伫这个屏东和平基督长老教会来举办一场上帝国度得胜的这个线顶的这个祈祷会，呼召每一个教会都要出来为着国家来祈祷，并且宣告伫每一个时代爱活出这个君王、先知、祭司的这个职分，摕起上帝所赏赐的这个权柄，通倒入上帝国的这个大权能。那么大先做就是儿童的这个教会，由这个儿童因来带领规场的这个祈祷会，互人真感动的就是这个囡仔，因无搁再小看家己年轻，因也无搁再为着身躯边的小可代志咧祈祷，乃是徛伫国家的破口的中间来执行小君王、小先知、小祭司的这份的事，就看见上帝真正大大在使用这阵的这个囡仔，透过因的建立这个能力，将这上帝国的这个器皿。有一个叫做 Michelle Perry 米雪儿姊妹，也是南苏丹的这个传教士，所以等于有一天看到一个10岁的囡仔，叫做维奥拉小朋友，伊用到一支这个手机当作麦克风，伫咧模仿牧师咧讲道的时，这个 Michelle 伊就决定，伫伊的这个乡下
这个活动福音的活动中，要互这个维奥拉有真正讲道的机会。那么维奥拉也嘛真欢喜来接受。后来这米歇尔伫伊的册内底有写着讲，群众拢为着伊所来起引着，来洗耳恭听一个互人放杀过这个孤儿，徛伫因的面前，用着万王之王的查某囝的这个身份，大有能力来分享着天国的真理。结果有一半这个群众，因拢行来台前，表示因愿意要来接受主耶稣。那么伫印度的一个克安通牧师，1987年，上帝呼召伊来创办红色儿童祈祷的事工。那么这个克安通牧师伊本人的负担，毋单单是伫收容互人放杀的孤儿尔，伊也将即群原本不幸的这个囡仔，改训练成做一支上帝国祈祷的这个军队。所以用这个化腐败最神奇来形容这个红色儿童祈祷事工的美好，因为水的工作，这并无过分哦。伫这个南亚的津纳米大以后，克兰多牧师因夫妇所服侍的这个孤儿，对2000人一直增加到8663个人。伊对孤儿的真大的贡献，得到联合国甲印度政府的保养甲这个支持。因着主的这个祝福，这个红色儿童祈祷的事工，就成立了100个社区的教会，互福音大大的兴旺。那么这儿童、这囡仔，因家己制作电视的节目，用这个世间人来做见证，因所经历的真侪这个新者甲技术。毋但安尼生，伫每一日清早，两个小朋友就行出去，为着这个社区的人做守望的这个祈祷，所以就拍叮当无数的人的心，来倒转来回转归向上帝。诗篇第8篇，就是修这个俄罗的诗最完美的这个模范，用着这个简单的文字，将咱带转去这个天的顶面。大圣创造大圣，也将咱带到上帝计划上尾的这个结局内底啊！日日拢伫见证上帝这个荣耀，所以这个骄傲的对敌，却毋知影家己的有几扭动，是要起来抵挡上帝，所以上帝就用单纯软只的圆仔甲食恁的来阻止因，因就见笑，点点无讲话，就像你讲歹势几礼拜是见笑几个月。那么这诗的作者是大卫，伊伫这个黑暗的星空的下面得到灵感，就写出上帝这个荣耀甲人的这个尊贵，所以大卫一定是得到上天的这个启示，才有这款的这个超越，伊对爱丁乐园看到基督的这个角度。诗篇第8篇第20节到第4节，安尼讲。你因为对敌的缘故，对圆仔甲食恁的喙中建立了能力，互对敌甲报仇的恬恬无声。我观看你镜头所创造的天，并你所摆设的月亮，生神就讲：人算做是甚物？你竟然眷顾伊；世人算做是甚物？你竟然照顾伊。那么这段。圣经甲咱讲3项有关这俄罗的代志，咱今日要三甲来学习。头一点，俄罗互人得到这个能力，得到快乐。所以当这些神父甲经学师
因伫责备这囡仔的时，伫耶路撒冷圣殿内面伫俄罗主耶稣的时，主耶稣引用一句话来反问因讲：圣经讲你对婴仔甲食恁的喙中完全了俄罗的话，恁敢无读过嘛？那么这领导者对遐个囡仔感觉到真讨厌，总是主要说引用这节的圣经节，就是表明上帝非常看重这个囡仔，这个俄罗。所以上帝借着任何人来俄罗伊，甚至是细汉囡仔，哪像就是奥维拉这个小朋友，甲这个圣殿中的囡仔同款，因甘心乐意来敬拜上帝。俄罗就对心中直直称出来。第二项，俄罗是对婴仔的喙中来的，婴仔就是代表心灵单纯的人。你若要俄罗上帝，就必须要夺去世俗的这个心思意念，互咱家己的心灵归伫单纯，就亲像细汉囡仔同款。那么之所以是婴仔甲食奶奶呢？什么人是婴仔甲食奶奶呢？是人看起来真弱小的，总是年轻的时就挖过上帝来拍赢迄个大汉人哥利亚小小个样的囡仔大卫，受世界人所藐视的，就是军队主的学生，是咱遮的牛王的，却因着主的保护被赎回的人。有影呢？咱得到这个蒙调，是按照肉体有智慧的无真多，有能力的嘛无多，有尊贵的嘛毋是真多。这记载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26节。第三，俄罗互对着点点无声，所以忧闷、丧志、怀疑、过去的失败，才会对着常常伫咱的脑海中熬熬念，直直干念。那么要如何互因来点点无声呢？那么检测咱肉身的年龄，检测是无真老，总是伫咱基督徒的经历中间，就亲像这个疲劳亚身的老大人同款。那么老是什么意思？老就是软正的意思。就咱常常讲，哎哟，你食老你就知啦，到时你就知影啦。咱是需要讲较侪哈利路亚，那么就要讲较侪阿免，搁较就爱讲俄罗的话，用俄罗来封调这个撒旦的这个嘴。在规划中间有一位国王，伊的名做约沙法。当伊面对着三国联军的攻击的时，耶和华对因讲：，这记载伫历代志下卷20章20节到22节，讲毋通因着这个大军来惊吓、摇摇抓，毋免化险，毋免用哀哭，毋通懊恼，毋单单是懊恼，因着胜败不在伫恁，乃是在伫上帝。约沙法就设立唱歌的人，上赞主耶和华，互因穿这个圣洁的礼服，行伫军队的头前。俄罗耶和华讲，就称谢耶和华，因为伊的子永远伫地。所以众人就歌唱俄罗的时阵，因就被拍败了。所以当咱伫俄罗上帝的时阵，咱的对敌就开始逃走。那么之所以是对敌呢，甲报仇的，什么人是对敌甲报仇呢？点点无声呢？就是迄位降生伫马座的婴儿，咱的救主耶稣，是遐个伫唱和散那，规日大别的子孙，叫耶路撒冷全城的人拢安尼行叮当的这个囡仔，也是互大祭司甲宗教领袖藐视的老百姓，却勇敢为着国爱主做见证的学生，也佫有咱遮的伫主耶稣基督身躯内面原本无俊美、无荣耀的肢体，做是今日却变成被竞选的族类，
有尊贵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于上帝国的这个子民。诗篇第8篇是以色列人被掠以后的作品，这个是一首这个创作诗，嘛是一首俄罗的诗。这首诗圣诗的这个诗篇的内面，以色列人颂赞上帝是因的上帝，重点就是互因被掠到异乡异邦他乡的所在，伫这个艰难的环境中，因唱袂出这个释安的歌。因讲，阮怎样伫外邦人的中间唱耶和华的歌呢？就亲像但以理认定上帝是伊的上帝，但以理伊游玩一日3摆敬拜上帝。所以今仔日咱的处境，甲以色列人同款，无出路的时，无论是伫咱的这个健康、咱的事业、咱的家庭，上帝依然要甲咱讲，我是恁的上帝。伫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以色列人虽然是个亡国，做是上帝依然是因的上帝。同款，无论咱今日是处伫这个关山，还是伫家这个山谷内面，咱样都爱认定上帝是创造咱的上帝。关照咱的一切，咱的上帝伊拢会负责到底。上帝感动着大卫，写了这章的这个圣经章，毋单单是为着年龄上即款的婴仔，甲食恁的阶段的人尔听。只要咱来会通真实、谦卑，倒转去亲像细汉囡仔，甚至纯真亲像食恁的囡仔，即款的人，咱喙中的恶路就会大大得到能力。那么大卫一生持守着即款的天真单纯的恶路，伊透过伊的嘴来上赞，就建立这个能力，互对着甲暴雪点点无声。当保罗甲西拉伫这个加路的中间，满面来唱歌祈祷，俄罗上帝，因单纯的心态就是婴仔，就产生极大的这个能力。那么伫阮以前所牧养的教会内面，有一个3岁小妹妹，伊的名做陈慧。礼拜来到教会的时阵，伊就甲伊妈妈讲，伊就手举着这个竖琴的姊妹，对妈妈讲。我将来嘛要坐伫遐来弹琴，妈妈听了真欢喜，所以就为着伊来找一个钢琴的老师，就开始和这个小朋友来找这个民望的路线。有一个古锥的查甫囡仔，说 Aaron 莲，伫细汉的时阵，甲伊老爸老母讲，等我大个时，我要做医生，像爸爸同款。妈妈听了真欢喜，伊接受就讲，我嘛要去非洲做宣教师，甲遐个送向的人看病。啊，弟姊妹，你若当你听到你的囡仔安尼讲，你有什么款的回应呢？你是开始去甲伊装逼，开始要去甲伊宣传，还是对这个宣教的甘苦谈，互伊来死这条心呢？做是 Aaron 连的老爸，嘛是连医师。伊妈妈连医生娘，就对细汉就开始支持这个囡仔，真正帮助伊、鼓励伊。那么这个细汉囡仔长大真正做医生，这个囡仔的名做连家恩医生。后来真正到了非洲做了这医疗的外交官，嘛做宣教师，真正帮助了真侪这非洲的人。所以上帝伫印度、伫南这个苏丹所做的。嘛通嘛共款，伫无共款的国家来做。伫咱下一代世代内面，上帝要兴起这个基督的军队，上帝要兴起咱这做老爸、做老母的，因为咱就是老爸，咱就是老母。现在是将这个恩膏讨棒，互恁的后一代这个时阵咯，是爱兴起咱的这个少年人，到囡仔。关键的这个时阵咯，应该有较侪这少年人、甲囡仔会当来教会，互更较侪儿童
青少年的牧师爱去领受到能力，所以细汉囡仔甲青年人也需要接受这个装备，用伫这个上帝话语顶来建造这个根基，学习挖靠圣神，随时多方来祈祷来恳求，并爱伫遮来警醒无亚线，为着正圣徒来祈求。亲爱兄弟，亲爱乡亲，咱厝内人，毋管咱的年龄是如何，互咱做伙，不但爱回转，亲像一个小朋友、细汉囡仔，进一步爱来回转，亲像一个成年的囡仔，用单纯的心来学乐咱的天父上帝。咱要看见咱的对敌，已经报仇的，伫咱的面前点点无出声。阿免。回应诗歌平安的7月暝，咱今仔日讲到的这个主题，就是对婴仔甲食恁的喙建立这个能力。那么即阵拄咱台湾是这个旧历的7月份，伫这个民间信仰是鬼仔节，鬼门关大开，所以一寡这个孤魂野鬼、无主家神，拢总出来伫世界咧讨食。所以台湾民间信仰拢伫举行这个普渡的仪式，用各种的这个好食物来贺谢这个好兄弟啊。这就这想要来饲饱这个孤魂野鬼、无主家神，毋通来搅扰着因。所以伫这段时阵，拢无咧嫁娶，无咧嫁囝娶新妇，无咧做灶起大厝，嘛无咧搬煞，因为因的心拢充满这个无平安。总是伫基督徒，咱基督徒伫7月份，咱的心中也是悠然充满着真正这个平安。所以咱要甲世界人讲，阮不但有平安，阮也要对婴仔甲食恁的喙来建立这个能力。所以咱悠然会拄到这个灾难，总是上帝悠然，甲咱三甲伫地，有真正的平安，对着咱到永永远远。阿免。所以咱要用这条诗歌平安的7月暝来做回应。阿免。也7年天边闪闪烁，月亮光光照溪边，大树的风微微，听着树声仔在吟诗，上帝相随平安眠，耶和华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物，虽我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教我伫地，因为难为我。有稳定甲自爱，当我三做伴，有平安陪我一世人。也7年天顶闪闪烁，月亮光光照溪边。大树的风微微，听着树声仔在吟诗，上帝相随平安眠。耶和华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
惊啥物？随我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教我伫底，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自爱，当我三做伴。平安地我一世人，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教我伫底，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自爱，当我三做伴，有平安地我一世人。平安对我一世人。夜市里天边闪闪水，月亮光光照溪边，大树的风微微，听着秋蝉仔在吟诗，上帝想说平安暝，也予我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物，随我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教我伫底，用话来安慰我。稳定甲自爱，当我三做伴，有平安地我一世人。夜市天天顶闪闪水，月亮光光照溪边，大树的风微微。听着秋蝉仔在吟诗，上帝想说平安暝，也予我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物，随我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教我伫底，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自爱，当我三做伴，平安地我一世人。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教我伫底，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自爱，当我三做伴，有平安地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
笑客片，大树的风微微，听着树声仔在吟诗，上边想雪冰暗暝，也好花是我的安慰，我可以都免惊啥物。随我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教我伫地，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慈爱，当我三做伴。有平安的我一世人，也是天天顶闪闪烁，月亮光光照客片，大树的风微微。听着树声仔在吟诗，上街想雪冰暗暝，也好花是我的安慰，我可以拢免惊啥物。随我着风台天，伊予我心有平静。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教我伫地，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慈爱，当我三做伴，平安地我一世人。我过心山谷，也无惊灾害，伊会教我伫地，用话来安慰我，有稳定甲慈爱，当我三做伴，有平安地我一世人，有平安对我一世人。一条同心三角的祈祷，亲爱的爸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日阮对圣经诗篇第8篇第20甲第4节，以及历代志下卷20章20甲22节，阮做伙来思想，对婴仔甲食恁的喙建立这个能力，这个题目。那么对今仔日的信息中间，互阮知影，现在就是爱将这个温膏透放予下一代的时阵咯，是爱兴起咱的少年人到囡仔的这个关键的时刻咯。咱应该着搁较侪这个少年人甲这个囡仔兄，互因通来甲教会，搁较侪儿童甲青少年的牧师，爱领受这个能力。那么细汉囡仔甲青年人也需要接受到这个装备，伫上帝话语的顶面来建立这个基础，学习我国圣神，随时多方来祈祷恳求，并爱伫这个所在敬圣无亚神，为着正圣道来恳求。一个乡亲是大，一个厝内人。不管咱现在咱的年龄到底是如何，是老还是少年拢无要紧，互咱做伙不但爱回转，亲一个细汉囡仔，进一步爱来回转，亲一个食恁的囡仔，用单纯的心来学乐天父上帝，互咱看见咱的对得甲报仇的人，伫咱的面前就点点无声。
是天父上帝赐落这个宝贵的话语，做咱骹前的顶落上的光，互阮都会咱来学习对圆仔甲食恁的喙来建立这个能力。但阮同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他这条赖三牧师，要甲恁祝福。愿天父上帝慈爱甲怜悯，最后所基督恩典，圣神保佑所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伫到建造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免。一个乡亲是大，兄弟姊妹，咱今日这个实体礼拜甲网络礼拜。到这就过一段路，咱望伫后会，同一个时间，无论伫教会，还是伫空中来相见面的时阵，无要紧，拢要愿上帝赐福保护恁，合家平安，万事如意。再会，拜拜。愿恁平安。恁着去照万百姓做好事，甲因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愿恁平安，愿恁平安，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愿恁。愿恁平安，愿被上帝欢喜的名欢喜。恁着去照万百姓做好事，甲因行说来归遍上帝，着甲因遵守主的命。